来继续来看宜兰罗东这个卖车的业务，真正要去拜拜。讲东港要交车给人客，是一台383万的高级车。交车进前，伊先把车驶去加油，想袂到转来半路，因为违规回车，互一台小货车甲弄着，一声卖飞回咯。乌烧轿车为慢车道驶到路口要驶头，一台那些货车袂负动，甲弄着，弄过了两台车停伫路中央，其他的车拢未过。车祸现场除了零件落甲满世界，乌色轿车边仔的这个门嘛弄一个害了了，可见当时弄一个有偌大力。车祸发生伫宜兰罗东镇，昨早起9点外，这台价值超过380万的乌色的轿车为慢车道想要驶头，和货车弄着。更加害是驶车人毋是轿车的车主，是汽车的业务。迄一天想要交车予人客，本来是干那替加油尔，伫半路发生车祸，除了伊本身有受伤，货车顶3个人冇受伤。对，刚刚交车，要去加油了。那这一台怎么办？后面要公司协调了。交代受伤4个人拢总无啥要紧，警方初步判断赛车这个姓颜的业务伫慢车道违规倒弯，会罚1800块。双方驾驶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。这回车弄假呢，修理恐惊真大条，车未曾交互人就出代志，什么人应该负责？其他的车商是安尼讲的。这个车还没交到客人手上，都是车商要负责。因为他还没交车啊，又不是他车主开出去的。交车前发生事故，无论是买人要求退钱，还是换新车，车商甲车主拢会搁瞧一个。重点是车未曾交互人客，就造成损失，这车商只好家己吸收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